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，股市短期繼續波動在所難免㗎，經濟衰退風險上升。不過談判同埋美國國內政策，例如減稅同放鬆監管，仍然有機會幫助經濟軟着陸。嗱，目前反而提供均衡配置美國、歐洲同亞洲股票嘅機會。美股估值比年頭合理，歐洲就受惠於德國帶頭加大財政開支。年頭以嚟，內地嘅人工智能發展吸引資金重投中國股票，大家亦都可以借住今次調整趁低吸納。債券方面啦，美國嘅高收益企業債券收益率改善去到舊年8月以嚟最高。我哋都睇好機構按揭抵押證券嘅技術機會，比起國債吸引㗎。最後重要嘅事要講3次，投資要多元化、多元化同埋多元化。而家嘅環境反映多元化配置嘅優勢，債券啦、黃金啦同埋日元啦，幫助舒緩股票走弱嘅影響，亦都有助於對沖通脹同經濟轉差等等嘅逆境。係時候化波動為機遇，財富之道盡在當下。